那讲到咱台湾的社会救助法，是为着要帮助弱势族群，让因会当自立生活。不过，民间团体指出，现在社会救助法无法度真精准去调查散车人口的数量，嘛无法度反映出实际状况。虽然即马要选举的三组候选人，拢讲会对社会救助法提出改革，但是这实际做规，拢需要搁再检讨。选前有承诺，选后要实践，大社花口好望总统候选人落实帮助弱势者的承诺。民间团体11月开始拜访三组总统候选人团队，主张改革社会救助法。民团表示，三组总统候选人拢同意社会救助法需要大改，也要提升台湾调查散接人口的准确度，检讨目前的家庭收入标准，反映散接人口的现实状况。3名总统候选人都非常的有共识，我们也希望在明年5月以前，我们可以看到提出大幅度修正的行政院版的法案。民间团体对3位总统候选人愿意积极改革社会救助法表达高度肯定，但是因也指出3方改革的做法拢有优点也有欠点。赖清德候选人的提出，他其实是提出一个蛮有视野的，就是蛮有视野，然后蛮有愿景性的。这件法律在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改变，它具体的困境到底在哪里，他们是不太了解的。侯友宜候选人的团队提出的，到底是卡在哪个行政或财务的环节？基本上他们会很专注在这个地方，可对于整个方向，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对贫穷者友善，对目标反而是比较不清晰的。在柯文哲候选人里面，他提出了一个弹性跟创新的做法，他们比较执政在台北市，但是是不是在其他县市也没有财政没有太大问题。民间团体表示，针对社会救助法，民进党热情地有登记的时也布局，但是实际做法较无清楚。国民党侯友宜重点放伫实际做法，但是政治敢通真正照顾伫弱势者，民间团体认为较有疑虑。民进党挂袂得做法创新，但是骗其他候选人较无登记的时也，希望未来的总统当选人通参考各方的意见，赶紧改革法案。记者郭文成准由台北报道。